美国政府星期三发布了有关国际童工和强迫劳动的报告，强调了中国虐待劳工的情况，也凸显出对维吾尔穆斯林所受待遇的日益担忧。美国劳工部星期三公布了巨型由儿童和强迫劳工生产的商品清单，其中包括手套和圣诞节装饰品在内的17种中国制造的产品。有5种今年新增加的产品与针对东突厥散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有关。劳工部每2年公布一份这样的清单。美国劳工部长尤金·斯卡利亚星期三在与媒体进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用强迫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劳工部在声明中说，这份强迫劳动产品清单的公布是美国政府解决维吾尔强迫劳动问题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在东突厥散有100多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被拘留。据估计，在中国至少有10万到数十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被关押在中国共产党的再教育营后，可能在强迫劳动的条件下工作。9月29日，荷兰外交部收到了有关维吾尔活动家阿卜杜热伊姆艾尼在东突厥散家属情况的令人震惊的一封信。1年前，荷兰外交部代替阿卜杜热伊姆向中国驻荷兰大使馆询问他的家属的情况。信中称，阿卜杜热伊姆的大哥阿布里克姆艾尼于2017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阿卜杜里克姆艾尼的长女帕提玛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二哥吉米提艾尼于2018年5月被判处16年6个月。妻子大弟托尔洪阿姆东于2019年5月被判处16年6个月。妻子二弟阿迪里于2019年5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母亲托赫提汗于2014年10月9日因病去世，其他家属均在社会正常生活。阿卜杜热伊姆艾尼几年来的每周末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单人示威。上个月，他在中国大使馆前开始单人示威以后，中国国安部人员和他联系，要求停止活动。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政71周年之际，数百名民主活动人士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前抗议中国暴政。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参加集会并发言。与此同时，国会议员还提出法案，要求将中共列为跨国犯罪集团。代表西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港人、大陆民主人士的数百人参加了抗议集会。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托马斯·苏欧奇、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等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到场声援。维吾尔活动人士还通过行为艺术形式向人们展示维吾尔穆斯林被关进拘押营、强迫劳动等中共对维吾尔人的残酷破坏。美国议员当天在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共认为跨国犯罪集团，对其进行起诉和惩罚。据台湾国防部周六通报，一艘加拿大军舰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正值台海两岸关系紧张之际，此举有可能激怒北京。过去数星期，中国强化了环绕台湾岛的军事活动，其中包括派遣战机飞越非正式台海中线。台湾国防部通报说，一艘加拿大护卫舰从南中海向北航行，经过台湾海峡之后，随后向北方驶去。通报称，加拿大军舰经台湾海峡北驶期间，军方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状况均正常。自2018年加拿大关押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财务总管孟晚舟以来，中加关系恶化。孟晚舟被捕不久后，中国就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逮捕了2名加拿大公民。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伊利哈姆·阿里耶夫在其个人官方推特主页上写道，阿塞拜疆军队3日解放了泰尔泰区塔勒什村、杰布拉伊尔区梅赫迪里村、查赫雷村、阿沙格马拉扬村、谢贝村、
和古伊贾克村、非族地区阿沙格阿卜杜拉赫曼里村。前些时候，阿里耶夫在其个人官方推特主页上写道：“阿塞拜疆军队3日在马达吉茨升起了阿塞拜疆国旗。马达吉茨属于我们，喀拉巴赫属于阿塞拜疆。”